子。小兔子乖，跟着我有肉吃，有胡萝卜吃。来嘛来嘛，跟着大兔子走哦。跑！快快快快快，别跑！别跑！师弟，怎么会想到请若兰为你筹办寿辰？明慧办的不合你意吗？八哥，你别乱猜了。其实啊，每年过生日我都很开心的。只是呢，我觉得若曦鬼主意多，或许呢会有一些新意。别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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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跑啊！哎呀，小兔子！若曦，这个丫头，确实古灵精怪。闻名不如见面，果然活泼。若曦，别跑！若曦，你干什么呢？嘘，怎么了？若曦，八爷，你府里有兔子！兔子？哪里有兔子？兔子呢？你快说啊，到底哪有兔子？被你吓跑了。又是我。没关系的，地方又不大，要找的话一定能找得到。14爷，14爷吉祥。哎，你还找不找兔子？找啊！那快找呀！找啊！果然活泼。八哥，我们去瞧瞧，走。对不起啊，要不是我刚才追着你们玩，他们也不会把你们抓来送给我。他们是阿哥，把你们送给我，我就不能把你们放了。不过你们放心，我会对你们很好的。其实我们都一样，都困在一个笼子里。哎，听说你从阁楼上摔下来，脑袋就摔坏了，看来是真的。你是谁啊？连我是谁都不知道了。你脑袋真的摔坏了？明玉哥哥在，他说是你自己滚下来的。好吧，看在你这么可怜的份上，我就告诉你，我姐姐是嫡福记郭罗罗明慧。现在知道我是谁了吧？我不认识他，你们认识吗？大胆，竟敢不把本格格放在眼里！不把你放在眼里，又怎么样？你姐姐跟我说话都要低声下气的，你算什么？凭什么这么跟我说话？你，哼，还是别让姐姐难做人呢。我记得了，你是嫡福晋的妹妹，郭罗罗明玉，对吧？哼，我要去练字，失陪了。走了。站住！还有什么事吗？兔子哪来的？要你管，几位爷送我的。给我。凭什么？我想要的，从来都没有为什么。凡事都有例外。给还是不给？我已经给格格了。哼，算你识相。格格误会了，我已经很给你脸了。你，哼！喂，给我住手！姐姐，明玉，放手。他不过是只畜生，你怎么可以为了他做出自贬身份的事情呢？哼，对呀，我才不要为了只小畜生贬低自己的身份呢！还给你，小畜生！很好。哎呀，这么说你为什么一定让我把他带出来啊？用来对付坏人呢？对付什么坏人啊？有人敢欺负你啊？开玩笑，谁敢欺负我呀？我就是听说石爷的狗特别忠心，所以想见识见识。石爷，你是不是经常来八爷府啊？是啊。那你肯定知道嫡福晋是怎么欺负我姐姐的喽？快说。没有，他们俩相处得很好，怎么会欺负你姐姐？亏我还真心把你当朋友，你就这么敷衍我？
这么不靠谱。我哪有敷衍你啊？当朋友就是要有担当，两肋插刀。你连实话都不敢跟我说。你用刀插我两肋，当然是不行了。我不是没有担当的人。你想知道什么？嫡父亲怎么对我姐姐的？哎呀，女人之间争风吃醋，冷言冷语当然是少不了了。争风吃醋？他不会打我姐姐吧？那当然不会，不看僧面也要看佛面。有八哥在，不可能。那我姐姐肯定受欺负了。哎，你姐姐脾气温和，她当然会受欺负一些。我跟你说，明慧那姐妹俩是出了名的矫情厉害，连我也看到她们怕3分。哎，不过呢，那明慧不会那么冲动。至于那明玉呢，哎，怎么了？她有时候连我也不放在眼里。哦，喂，你这傲傲的，好像我不被她放在眼里是理所当然的。你别误会，我的意思是说呢，像他这么任性的人，说不定连皇上都不放在眼里。他敢？他爷爷虽然是开国元老，可是不至于这么胆大包天吧？胆大不能包天，狗胆总能包天了吧？啊？狗胆包天？哎，什么意思啊？在哪儿呢？这儿呢。嗯？哎，来了来了！哎，怎么了？我们去那边玩。哪边？明玉哥哥在那边呢。他在又怎么了？这是八爷府。这虽然是八爷府，但也不能惹事情。哎，咱们还是去其他地方玩吧。谁惹事情了？谁招惹谁呀？喂！哎呀，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哎，那边。你干嘛？他喜欢玩什么？球啊！给我。在那儿的。哎呀，还是没逮到呀！嗯哎呀，还高一点。出来！你怎么样？嘿，哎，别怕别怕！出事了！走开呀！小心啊！哎呀！哎，出事了！哎，明玉哥哥，明玉哥哥，你没事吧？明玉哥哥，明玉哥哥，你没事吧？我好痛啊！对不起啊，你们谁养的狗啊？我养的。你养什么不好要养狗啊？来，害死我了！畜生！你也不看看是谁就乱咬，不能狗仗人势啊！小畜生，没人性！明玉哥哥，你大人有大量，也不要再怨十爷了。你们故意的！我不是故意的！